卫福部下晡公布霸凌案的调查结果，北京有3案成立，7个人受处分。保护署的检验视察调离限制记大过。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月初向宣布戒严，面临弹劾，检调单位甲列做叛乱罪嫌疑人。然而尹锡悦是批评在野党干扰国政。美国股市收盘，纳斯达克指数头一回破2万大关。世界上好嘢，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财产已经破4000亿美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月初向宣布戒严，引起社会大乱。那是这在野党要甲弹劾，搁去互检调单位列做叛乱罪嫌疑人。这南韩弹劾总统的头一个阶段，若要通过，就要有2/3的国会议员当同意票，也就是200票。这在野党加咧，就已经有192票，差8票就会通过。不过，即阵是连尹锡悦共党的，就已经有人唔甲听，已经有6个人同意弹劾，也就是讲，这执政党佮走票走2票，弹劾案的第一阶段就会通过。这后日12月14，第2届就会投票。也若是事主尹锡悦今日是佮发表全国性的电视谈话，伊是有关坚持伊的立场，讲这紧急戒严无算是内乱，批评这在野党是乌白弹劾干扰国政，而且伊佮强调讲伊袂死这落台。也若是执政党的党主席韩东勋是认为讲，这尹锡悦是到即阵有愿咧辩解，伊个人是支持弹劾，这党内嘛开会，看要甲尹锡悦开除党籍。南韩总统尹锡悦12早起9点半发表将近半点钟的电视演讲，伊讲总统宣布紧急戒严令是属于地权的一部分，甲社兵权、外交权同款，毋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伊阁将国政限制袂正当的责任转予在野党，讲在野党对真济官员发起弹劾，互国政袂正当，正做机会独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早举行大选，伊是通过宣布戒严，守护自由民主主义甲宪政지난 2년 반, 저는 오로지 국민만 바라보며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고 재건하기 위해 불의와 부정, 민주주의를 가장한 폭거에 맞서 싸웠습니다. 피와 땀으로 지켜온 대한민국, 우리의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는 길에 모두 하나가 되어 주시길 간곡한 마음으로 호소드립니다. 저는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민 여러분과 함께 싸우겠습니다. 事实上，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早伫尹锡悦向全国性演讲进前，就开记者会，指伊无去请辞落台，但是加做唯一的选择。看尹锡悦的电视演讲了后，韩东勋向媒体表示，这回比起反省，更亲像辩解，更加确认尹锡悦无法度过执行总统职务，呼吁党员对国会总统弹劾案投赞成票。 절차로서 대통령의 직무집행을 조속히 정리해야 한다, 정지해야 한다라는 말씀드립니다. 제가 另外，国民力量党的国会领袖，也就是党鞭邱庆和，进前对政局因为戒严甲弹劾陷入混乱，引咎辞职。国民力量伫个12举行新任党鞭选举，被归类是尹锡悦派权庆党过半选票胜出。MBC 新闻的消息指，尹锡悦投票前后，拢甲权庆党直接通过，按过内容，权庆党无对外公布。这事件也惊动北韩，官方媒体11、12连续2天发布消息批评南韩政局。 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尹锡悦独裁政权无条度用性角度指向人民。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形容尹锡悦是假理，估计南韩戒严危机引起的社会动乱越来越严重。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Trump 是1月就要就任。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咱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徐书谦是当咧访问美国华府会见这 Trump 团队的人。咱的总统府是无否认这项消息，敢若强调讲国安团队的交流是例行的工作。 透过移动的影片，红列伫中国制裁名单顶悬。咱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参加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1的演讲活动，一个讲出中国对台湾伫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压迫。Thi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tension
has been eviden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CP regime continues to use various pretexts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through aircraf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DIZ, crossing of the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jor military maneuvers meant to intimidate Taiwan. 呼吁讲理念较深的国家爱团结，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吴钊燮虽然无亲身访美，但是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任之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齐书谦最近是去到华府，和川普的高级团队密会，和台湾和特别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络。但考虑到北京会阁压起来，对象是无包括川普提名的各界官员，可能是中介政治职位的共和党人士，对这副方格调无好认，表示国安团队。访问是例行慷慨，无进一步评论。我想还是跟台美关系，还有一些可能跟台湾的安全，以及所谓的台美之间的非常重要与敏感的军售、军购的议题。中阶层的官员不代表不重要啊，可能他是业务是未来搞不好是跟台湾有直接的相关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尝试建立起沟通管道，对未来的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学者认为讲，咱应该拍拼和川普的核心幕僚，建立正顺的沟通管道。针对川普质疑的咱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和自我防卫能力的部分，明确表达政府的立场，卖当随来了解美方的态度，来维持台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北分署爆出霸凌案件了后，真侪公务机关嘛爆出争议。这卫福部下晡就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八件申诉案当中是有3案成立，7个人受处分。其中这保护署的干任视察行为上界超过，互调离现职起大告送厅界法庭。公部门这场霸凌事件持续伫讨论，卫福部公布最新霸凌调查结果，也甲处罚，拢总有8件好亲像霸凌的申诉。经过外部学者专家审议了后，认定有3案成立，并经考试会决议处罚，包括保护司干任视察、长教司专门委员，也甲社工司干任视察。其中保护司干任视察因为情形严重，除了记一大告调离现职，嘛会依法定改。有这一个大声斥责嘛，哈，还有就是说不合理的退公文。并且造成他整个这个自尊心，还有等等这边的一个受创。卫福部处长李建德表示，其他申诉案件虽然霸凌无成立，不过未当有效阻止这场霸凌，应该负监督管理不周的责任，所以连带受到处罚。包括长教司司长、社保司司长、社工司司长，也甲保护司司长，分别记告甲申诫。后续会强化部内的主管自我注意，也有沟通直接的技巧。启动了职场安心计划。目前也陆续有同仁来做个人的咨商申请，那么后续我们也需要强化部内主管人员的自我觉察以及同情心、情绪管理能力。若是当教市长要求部小组深渠霸行健身，卫福部处长李建德指出，经过调查，市长并无强制要求同仁做运动，虽然无符合这场霸凌的要件，不过这个行为已经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记一小告处分。李建德讲，会全面检讨业务成长加人力适当的配置，争取合理的原额，让工作负担得到真好的分配，营造员工安心工作的这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霸凌通报平台明仔就线，全台湾的公务员拢会当使用。虽然是徛名申诉，不过是会确保这内容未泄露出去，而且限定是伫咧1个月内都要调查结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表示，希望这公部门是会当好好处理工课场霸凌的事件，改变大头官的文化。院长觉得霸凌通报平台可以改变谢谢。小心小心小心啊小心啊！最近公部门是一直传出霸凌事件，引起关注。行政院的霸凌通报平台暗算13开始运作，要申诉的人必须写出家己的本名，重点包括提供多元的通报管道，重视当事人的隐私，透过加密措施来确保通报的内容未漏泄，跟下部会合作，要求权责机关3天内汇报，人事总处来追踪立管，结案的期限原则上是1个月。这个平台原则是在各机关既有的申诉管道之外再多增加一个多元的申诉途径。那原则在1个月内调查的结果要回报。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最多只能再延长1个月。杜元泰要求通报平台成立了后，希望公部门好好处理工课场霸凌的事件，让官场文化改变，嘛改善民众对行政团队的印象。一定要据实调查，而且紧查紧有结果，嘛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隐秘绝对要保密，要保护得好，而且要真的据实调查，同时要速查速决，而且要真正的请到外部来参与协力调查，让整个官场的文化可以改变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有价值的。行政院进前嘛传出霸凌事件，一个西藏的处长洪检举讲会乌白来骂员工。对这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当透过院内的申诉评议委员会因应小组的评估，若是有必要，就会随立案来调查。因应小组，那他们会就这个匿名爆料的部分来做一个全盘性的了解，会来评估内容是不是需要正式的立案调查。另外，对于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苏特马洪爆料讲，过去嘛捌有共霸凌的情形，行政院敢会相关处置？李慧芝讲，文化部长李婉已经做过说明，行政院尊重文化部的处置。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做回来看。头先先来看这诈骗的手法800款，那自深的演员段爱珍，去互假做检府的诈骗集团骗了几百万。这网络顶嘛有真侪假名人的名共骗的案件。亲像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的家后张淑芬，含这已经过身的作家琼瑶，因的名拢去互假名诈骗。这警政署是已经成立小组，伫咧社群平台巡逻。接落来，咱来看这教育部的统计，112年大专院校伫咧台湾的警学生，计共是有116000人。在日本的学生的数量是排伫咧第4，头一届比香港较侪。咱那南韩的学生的数量嘛是头一届超过印度，排伫咧第7。咱台湾的学费价、食食好食人善良，拢是这国际学生愿意来原因。欧洲的东南部塞尔维亚的大城诺维萨德，这11月的时阵，这车站的厝顶是向放起，造成15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个车站的工程是因为政府甲中国合作的一带一路的项目。这段时间是有真侪学生甲反对党行街头示威，批评讲的是政府借钱才会发生这款代志，要求政府都要落台。到底有7市召开记者会说明的同时，总统府外组织大庭民众手提标语、大声喊口号，批评政府贪腐，造成11月初的崩塌事件，官员拢有责任。虽然塞尔维亚的交通甲基础建设部长韦斯奇伫代志发生了几天就失职落台，不过车站改装工程合法建造是韦斯奇就任进前的代志。另外，塞尔维亚铁路公司讲，崩塌的迄刹事甲改建的工程无关系。当时承包的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等中资企业一日开始拒绝公布相关的文件，除了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阁要求政府来重视，并重新选举。对这代志，有7市总统为德国登去塞尔维亚了后，就主持公开文件的记者会。Od svih zahteva koji je važan zbog istine, zbog činjenica, zbog svega onoga što predstoji, zbog svega onoga što je važno zarad odgovornosti, zarad pronalaženja onih koji moraju da podnesu odgovornost za 15 tragično preminulih. 塞尔维亚反对派为2023年12月国会大选了后，就主张选举有问题，持续上街头示威。这届针对崩塌事件抗议，反对派嘛加入，因为进前叙利亚阿塞德政权接伫反对派的攻击了后倒台。有支持对这代志讲，塞尔维亚不是叙利亚，两个袂使相比拼。Iako mislite da sam Asad pa ću da bežim negde, nisam. Živ sam, ceo život živim ovde u Srbiji, zahvalan svojoj Srbiji. 塞尔维亚除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和中资企业参加相关的基础建设，伫陆俄战争中坚持中立，拒绝参加欧美对罗西亚制裁，引起欧美的批评加施加压力。这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也甲当地局势影响，拢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家人编译。几多年前，美国的体操界是爆出真严重的性歹代，即阵这冬奥比赛项目煞嘛爆出要降的案件。亲像越野趋势甲射击项目都滚动的女选手，透过美联社是指控讲引起互教练性侵，甚至佫讲有一寡代志是对30多年前就开始发生啊。到即阵这乌红的文化煞是悠远存在，互人真愤慨。
越野趣事甲射击所组成的冬季两项运动，是正受欢迎的冬奥比赛项目之一。美国6个前奥运选手出来指控，女性选手去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事实已经30多年，而且当时因敢若15至18岁，还有一寡选手被迫结束运动生涯，还有一个少年女性运动员，互教练性侵了后想要自杀。这个教练虽然失职，不过后来煞互人聘请做美国帕奥国家队的教练。You have to wonder, 35 years in between, how could that happen? How could the same story happen? And it's got to be the same people are in charge, or the same culture, or a combination. But what I do know is it's got to stop. 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女性运动员，因为挡袂牢出来讲出真相，毋是无互人重视，就是被迫和解，加互人报复。负责冬季两项运动已经33年的官员科布，去互选手指控，这种的亚女文化都是伊做得来，而且科布所请的拢是家己的朋友。当美联社甲询问的时阵，科布敢若用 email 表示，毋捌有任何运动员捌甲投诉教练的不当行为。这种回应，互选手真生气。We just need to get our stories out there, honestly. That's probably, I feel a lot of relief in coming forward, honestly, and just putting it on the table. 非政府组织美国安全运动中心是伫2017年成立的，目的伫检照美国奥运比赛时阵有选手甲未成年遭受性虐待。除了怀尔德，也有另外一个选手布托斯，拢指控伫几60年前发生的性虐待事件。美国安全运动中心讲，虽然已经过法律追溯期，不过因会继续协助被害人调查讨赔。被害人是讲，就算这个教练互人认定有这种的加害事实，煞敢会面临停赛6个月，不过因所承受的是一世人的痛苦，那亲像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印度一个26岁查某人，今年7月是雄雄死亡，后来方发现讲，伊是连续4个月，逐礼拜7天拢上班，而且一天上14点钟，都出现这早心也是失眠的问题，是过劳忝死的。其实，这款有问题的工课，毋是干那讲这工课时间长才算有问题，亲像这领导也是规范有欠缺，心理健康会受到影响，也是讲压力伤大，煞无法度改善，符合这寡状况的，拢互形容讲是有毒的工课。就算讲这工课时间无超帮，毋过长期影响心理健康的工课嘛算是有问题。另外，亲像咱看到这压力这项，这做工课是一定有压力。不过，若是你的工课带来的压力是安怎都无法度化解，安尼你就要评估这项工课敢有适合，敢有问题，避免长期郁伫咧心内，身体就会对咧出状况。26岁安娜被认为是因为伊执行过死亡，伊妈妈写配合安娜接头来公司安庆列校会计师事务所，在社群媒体传开，会中强调查某囝工作期间承受真大压力，严重焦虑失眠。伊相信这压力造成查某囝雄雄死亡，真正无任何相关报告指安娜有健康的问题。伊妈妈表示，伊身体健康，过会拍球过阵啊。We are growing at a great pace when you are competing with your global counterparts is even more high. Youngsters are facing is due to overload. They don't get time in between their work. 印度真侪领域伫全球要起来或者是扩大版图，真欠人。企业招人的时阵，也顾虑员工福利，一切拢要设置。The HR policies, most of the corporates, the large one, even the mid one, they have best of the HR policies on paper. Somehow it becomes a culture where you are not intervening to stop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junior folks. 安娜生前连续4个月，每礼拜上班7天，每日工作14点钟，完全就是印度有道工作文化的实力。伊故事对真济印度这场高度竞争当中的少年族群来讲，真有感觉。因无法度向顶悬改变，专家建议至少成为家己改变，压力来时阵去运动、听音乐、冥想等。当然，公司企业对员工福利是毋是设想周到，进一步执行完善也真重要。公司新闻恩文宁编译。叙利亚的旧政府倒台，民众是欢喜庆祝，不过当地经济问题有关是无法度解决。这叙利亚的货币是落甲真严重，因为这货币无值钱，所以讲都有人用美金也是土耳其的钱来交易，规个市场是乱糟糟。
叙利亚阿塞德政府帮盘真济民众拢上街路庆祝，不过叙利亚经济问题依然是真严重。阿塞德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真严格，进出口拢受政府限制，致使民生物资欠缺。这年一年战乱，也互通货膨胀严重，8达1.6%。通膨率最近一摆可靠统计是伫今年4月，数据显示叙利亚通膨率是120%，直接进前每个月拢超过100%，这拢影响民众的购买力。حركة ضعيفة لأن ما في مصاري مع الناس، قلة العمل قلة المصاري مع العالم هون منطقة السيدة زينب، يعني أنا شايف أنت قدام عينك كل شيء عندهم هون والزباين ما في。叙利亚货币、叙利亚邦地对战期间大幅贬值，民众无法度确定要用到这种货币来付钱。العملة أشكال وألوان، شيء دولار، شيء تركي، شو كذا، ما احنا عارفين وين على أي عملة وين نقع نحن، وين نروح ما احنا عارفين يا أخي。目前将校叙利亚叛军领袖乔拉尼表示，阿拜经济采取自由市场体制甲国际市场整合，不过伊无宣布政策的细节，未来动向也无法度预料。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美国股市昨收盘，纳斯达克指数是头一回破2万大关，破历史纪录。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股咧起，而且物价嘛小可较稳定。真侪人都预估，这联准会可能是会宣布降利息。也若是彭博社昨是预估，这世界上界好野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财产是已经破4000亿个美金，好代表咧要13条，是有史以来上界好野的人。美国劳工部11公布11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比起来年增2.7%，和10月的2.6%比起来小可增加，符合市场的预期。一般认为讲，联准会会伫后礼拜的会议内面直接宣布降利息1码。这个消息让美国的科技股大起，带动纳斯达克指数拜三大起347.66点，第一摆突破2万大关，来到20034点，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昨日起49.28点，来到6000多点。Still general risk on. You know, what's been the big thing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has been, you know, investors looking at the data and the so-called soft landing or no landing for that matter. You know, so there was concerns all year about a recession that, you know, didn't materialize. 科技股的火车头特斯拉表现真好，拜三收盘嘛创历史新高，到424.77美金，嘛互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资产总值伫昨是超过4000亿美金，合代表超过14.5条，比作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超过4000亿美金的人。马斯克的身价阁增达，嘛是因为伊最近甲 SpaceX 的内部股票卖掉，净资产增加1.6条代票。马斯克嘛是川普上大的金主之一，对川普当选了后，特斯拉的股价已经起码65%。马斯克嘛因为安尼，甲世界第一有钱的保位坐甲稳当当。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耶诞节要到啊！英国伦敦举办姜饼城的展览，利用这几年重新再利用老建筑做原型，请建筑师烘饼做姜饼城，做伙来看。几碗汤饼起的美丽建筑，活灵灵，搁也汤酸装塔，看起来亲像落雪冬天。耶诞节要到回伦敦，几碗汤饼城展览搁出来。主线机构甲45间建筑公司合作，用再生都市做主题，设计这个精彩的球仔汤饼厝。We all use buildings where we live, where we go to school, where we work, but we don't always think about them. They become the background of our lives. When you suddenly start to see them through the lens of cake and sweets, then you really realise how amazing buildings are. 将平常时的风景加做精彩物件，是今年上受注目的球仔汤饼厝。用原型包含老建筑再生成功案例，巴特斯发展厂、家己东伦敦厝文化圣地红砖仔巷的老杜门剧酒厂，要用饼或者出这建筑真源的演堂，互建筑师是正上脑筋。It's more about bacon and structure, in like this, the whole thing to be collected in one piece, not falling apart o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on exhibition. So we started to thinking how we will do the chimney so tall, because it's actually like 49 meters in real life. 好卡在每一位参加建筑师拢充满斗志，有人本身就真爱烘物件，即摆拄好结合专长，豪华表现，佮研究出特殊的配方制作出更较润的球仔汤饼，或者美丽建筑更较坚固。
Yes, I love baking, and I don't know. I usually like to bake different things for the office. Actually, gingerbread is really similar to bricks, so the same type of process. You also bake it. The icing could be as mortar. 球仔糖饼厝顶悬各种的糖仔，用要互参观的游客我来看，我来流嘴烂。一摆展览会到12月29，是要感受耶诞喜气的民众来赶进去。公视新闻杨干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